每日機不離手，返工對住電腦，放工碌手機，條頸又硬又痛。手機頸已經成為咗都市人嘅通病。頸椎病、手機頸唔單止係酸痛咁簡單啊，仲會影響淋巴循環、血液循環，搞到頭痛、失眠，甚至影響埋心情。The Star Peninsula Beauty 藝術美容中心嘅獨家細胞活化療程，利用負離子同遠紅外線嘅相互溫熱作用，強而有力咁促進你嘅血液循環同埋淋巴循環，溫熱刺激細胞，幫你深層溶解積聚嘅疲勞同痛楚。透過負壓引力，深層放鬆肌肉結節，改善淋巴引流，幫身體排毒，仲可以消退炎症，降低壓力，配合負壓吸沙，將體內嘅毒素沙出嚟，促進血液循環，舒緩肌肉繃緊，消除水腫，仲有助於脂肪分解。就好似幫身體做深度按摩，加速血液循環，打通堵塞嘅經絡，驅散寒濕，溫補陽氣，令你氣血運行更順暢，全身都暖粒粒啊！做完療程，你會感覺到肌肉深層放鬆，酸痛緩解，精神都好咗啊！新陳代謝加強，免疫力都活躍埋，快啲嚟體驗下啦！告別手機頸，重拾健康活力，即刻 click 以下呢一條 link 登記啦！